雖然近年韓風大行其道，但唔少台灣幫嘅歌手仍然深受香港歌迷嘅歡迎。最近出道近10年嘅台灣歌手黃鴻升展開亞洲巡迴演唱會，呢晚更加舉行香港站歌唱。除咗有任賢齊擔任嘉賓之外，陳曉東仲驚喜現身添。像你想的恍惚，忘了風裡的命運，總是思念貼身，就愛貼心，古道心上冰雪景，對你長長的眷戀，是我最難過的慰藉。總是思念貼身，就愛貼心，被回憶構成過境，像你講的恍惚，忘了風裡的命運。左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來每個女孩都不簡單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們的心事還真奇怪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來每個女孩都不簡單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們的心事還真奇怪。小鬼喺台上分享自己嘅戀愛經歷，提到曾經有段戀情令佢非常傷心，大家即刻推測嗰個女仔就係楊丞琳啊。至於他是誰，大家不用多想，因為你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，因為他就是一個一般人，他不是藝人，所以說，就是我也沒有跟他聯絡了，因為他後來就不見了，我也找不到他了。其中一個是不是 Rainy？ 不是，我跟 Rainy 到現在還是好朋友。提起楊丞琳，小鬼就話知道對方即將會喺紅館舉行演唱會，仲預祝對方一切順利。